歡迎收看客家苗路學人。每日嘅行義新聞，4月26日客家委員會舉辦，記得客莊地鐵記住嘅紀念慶祝今天頒獎發通記者會，公布首獎老5組優先作品得主，韓國特別版本演技前世，為一屆國小參賽者才下特別獎，希望透過比賽，重新建立台灣特界客莊嘅歷史共同體。向向轉嘅記住，希望透過比賽來錄穩台灣嘅藝術界、設計界、老建築界，使之大家開始重視台灣係一個世界嘅島。特界總統向前春夏都安呢，全台灣各界會所，唔但將客莊提起天天，應該申請專題放記住，假使連第界層次都冇共識，未以難上架，一陣去建立國族共同記住。也係客委會希望老大家共下達標嘅方向。今天發通其中第5大歷史事件，包含一位保台戰爭、太平洋戰爭、228事件、白色恐怖、823炮戰能重新設計嘅紀念慶祝，歡喜大家對客莊地鐵記住嘅關心。老藝術未得到意圖設計師、老藝術家3萬來參加。希望做得老客莊記住透過作品持續流傳下去。以上係客家苗路學人嘅報道。接下來愛教大家基本一個每日嘅行義就係記住，也係理解歷史記住，也係理解歷史記住。你學會嗎？下一拜講來了。